們去旅行吧，就趁這個盛夏，把心事都曬成沙灘上的沙，看日出日落，數星星說話，每一墻風景都是最美的年華。Y Y 看天下，大家好，我係 Y Y。299蚊2日1夜嘅順德團，包足4餐，遊勻4大景點、2大私房菜，再加上水上蛋家菜。順德廚王嘅名銜究竟係名不虛傳定係名過其實？立即一齊踏上尋味之旅。集合時間9點半羅湖，10點半深圳灣，大概10點50分接晒所有團友就正式出發啦。我哋經過深中通道，用咗1個鐘頭15分鐘嚟到今日午餐嘅蛋家妹菜館。水上人蛋家菜強調嘅係不時不食，突出食材嘅極致鮮味，以最簡單嘅油鹽水烹調，保留原汁原味。今餐有9餸1湯，白飯任裝，睇下有咩食。認真講，呢餐只係一般用嚟填飽個肚，最期待嘅2餐私房菜仲未出現，食飽飽就坐返車過對面嘅14涌水產中心參觀一下。呢度分咗乾貨同濕貨兩邊，乾貨售賣水果、海味、土產食物，睇下幾大塊花膠，要幾貴有幾貴啊！而濕貨區就係海鮮市場，買咗可以即刻去附近酒樓加工。白刀腩125嘅隻60蚊攞過你。呢度亦有即開生蠔，隻隻都好似男士手板咁大啊！呢個景點逗留時間有成個鐘，行到攰攰地，自費食翻碗中山最出名嘅甜品雙皮奶，口感順滑，奶香濃郁，果然係順德名物，冇得輸啊！唔好以為下一站係返酒店嘆世界喎，呢個團行程緊密，下一站係去順德博物館。呢度每個展廳都有唔同嘅主題，例如係順德嘅非遺文化、時裝藝術展、李小龍展、書畫展覽等。呢度逗留1個鐘，下一站就去我期待已久，亦都係呢個團嘅其中一個重頭戲——奇哥私房菜。究竟奇哥係邊個？點解會咁出名？奇哥被譽為順德廚王，佢刀工精湛，火候拿捏得恰到好處，更強調所有菜式絕對不加味精。得獎嘅3大名菜，我哋一陣都有幸試試。而我最欣賞嘅係奇哥接嘅團餐，全部由佢親自主理，唔會假手於人，係品質嘅保證。第一味係獲獎無數嘅拆魚羹，魚羹裏面有紅蘿蔔絲、木耳絲、勝瓜絲、粟米，同埋已經一早去晒骨嘅魚片，食起嚟真係一啲都唔腥，湯底好鮮甜，口感豐富。奇哥話要一早炸咗魚骨去煲魚湯，魚湯再煲粥，粥水再做個羹，一啲芡都唔會落，淨係聽都覺得複雜啊！呢啲真係功夫菜。而第2道係包汁柚子皮，呢道菜嘅巧妙之處係考驗大廚將柚皮嘅苦澀味完全去除，用濃郁嘅包汁慢火煨煮至軟糯入味，食落去確實係冇苦味，質地就好似炆到好腍嘅蘿蔔咁樣。但係本人不嬲都麻麻地呢款菜式。第3樣係農家自養靚家雞，奇哥話第一嚿雞唔好點薑蓉，食佢嘅原味，因為呢隻係農家走地雞，所以身形非常之 fit， 係冇皮下脂肪嘅。雞係有雞味，但我食嘅唔係件件都咁滑，有啲部位都比較柴。接住落嚟呢碟貌似肥豬肉，查實係軍方蒸豬肉，係順德嘅名菜，亦係得獎菜式。聽講用古法精製，醃豬肉都用咗6個鐘，睇落好大嚿肥膏，但食落竟然好入味喎，唔會成口油，呢個有驚喜。嚟到第5味，呢個貌似蠔餅嘅，其實係中西蛋煎鯪魚餅，係順德嘅家常小菜。要將鯪魚去骨起肉，手打至起膠，加入葱西蔬菜混合蛋汁，慢火煎到兩面香脆，口感外脆內軟，魚肉彈牙。以下呢樣係大家好熟悉嘅順德菜均安鮮魚餅，亦係奇哥嘅得獎菜式之一。做法同頭先鯪魚餅有啲相似，都係要將鯪魚肉打至起膠，
但呢個魚味比較突出同埋 Q 彈，喺香港真係好少食到咁正宗。蒜蓉蒸勝瓜好多人都識煮，呢碟有啲唔同，係勝瓜清蒸鯇魚片。你睇真啲，內有乾坤嘅，中間夾咗薄薄嘅去骨鯇魚片，一嚟食到蒜香味，二嚟又食到魚嘅鮮味，口感好有層次，呢個幾特別。今日嘅私房菜大多數圍繞鯪魚，所以梗係唔少得呢條秘製大鯪魚啦。一魚兩食，其中一啲肉就做咗圍邊嘅鯪魚肉，火候拿捏得好好，蒸魚好滑。食咗咁多肉，當然要食返啲蔬菜啦。呢個上湯一品靚時蔬係用雞湯浸菜心，菜心又甜又腍。最後一樣係爽口馬蹄糕，我初初以為係啡黃色嗰種，原來個賣相都好靚，好似千層糕咁，味道唔太甜，馬蹄又爽口。今餐嘅私房菜有8餸1湯1個甜品，真係十全十美啊！個個都飽到捧住個肚走啊！食飽飽搭咗50分鐘車程，返到嚟我哋今晚入住嘅大信酒店。咦？呢個大堂咁嘅？哦，原來酒店嘅大堂喺6樓，1至5樓係商場同埋酒樓。大堂都好光猛闊落，拎咗房卡，事不宜遲，嚟個快閃 room tour 啊！好可惜，依間酒店係冇3色台嘅，不過有失必有得，就係唔使行出街，落返樓下商場就可以行大潤發超市買下宵夜。嚟到第2日，早餐時間係6點半至9點半，餐廳比較細，早餐選擇亦都比較少。食物區就只有呢一度，不過最基本嘅腸仔、蛋、煙肉、麵包、蛋糕、點心、粥同埋粉麵都齊晒，飲品亦有紅茶、橙汁同唔少得嘅提神咖啡，普普通通又一餐食得飽就算啦。11點鐘退房，出發去位於三溪村嘅烏魯伯私房菜。呢個時候你又會問烏魯伯係邊個呢？烏魯伯係呢間餐廳嘅創辦人，但呢幾年佢已經甚少親自操刀，交咗俾團隊依照佢嘅秘方烹調。烏魯伯私房菜將中山本土風味同埋現代粵式新派廣東菜合二為一。呢餐有9餸1湯，打頭陣嘅係五展毛肚龍骨湯，主角出場就係沉香絕味雙雞，擺盤相當精緻。沉香係中山五桂山嘅特產，左邊嘅係荔枝柴燒沉香雞，右邊係沉香秘製白切雞。一齊睇下荔枝柴燒雞係點整嘅。多得呢位仁兄30幾度仲對住個火爐，時不時又要加荔枝柴，真係嘔心瀝血之作，唔怪之得個皮咁脆。個人認為白切雞嘅肉質比較嫩滑，但兩者都唔覺有沉香味嘅果香。接住落嚟係清蒸海鱸魚，火候拿捏得剛剛好，魚肉好滑。三葱焗鮮蝦，三葱嘅意思係指洋葱、乾葱同埋葱，每種葱都有唔同層次嘅香味，3樣夾埋一齊，令到鮮蝦更加惹味。下一樣係呢度嘅招牌菜式秘製茶香豬頸肉。豬頸肉本身比較油膩，用上特製茶葉去油解膩，同時肉質有淡淡嘅茶香味，呢個好出色，好似一路飲緊茶一路食豬頸肉咁。嚟到第6味養生石磨黑豆腐，亦係招牌菜之一。大廚堅持用傳統石磨製作，保留天然豆香味，豆腐食落真係好嫩滑，非常健康。避風塘脆肉丸骨，原來脆肉丸骨腩係中山嘅特產，大廚用避風塘手法爆炒，好有鑊氣，可以用3個字嚟形容呢味餸：香、脆、濃。最後食返2個菜，分別係橄欖菜四季豆同上湯田園靚時蔬，仲有飯後果新鮮車厘茄。其實私房菜嘅所在地三溪村都係一個景點，亦都有中山鼓浪嶼之稱，已經有600幾年歷史，而家係一個文青慢活區，仲有好多鋪頭售賣中山特產同埋紀念品，亦有神灣菠蘿可以即開即食。呢度 shopping 完就上車去最後一個景點甜蜜蜜展示館。五桂之峰係一個位於中山五桂山風景區裏面嘅蜜蜂博物館，有職員作簡短介紹。我哋叫識食就補，唔識食就草。之後就去課室試飲試食，估唔到連咁貴嘅蜂王漿都有得試喎。當然佢哋嘅目的係想你買嘢啦，但係悉隨尊便，唔買都唔會強迫嘅。話咁快2日嘅尋味之旅就圓滿結束啦。嚟個總結，團
團費299，加每日90蚊導遊費，2日即180蚊，總數係479蚊，包咗來回車費、住宿同4餐4大景點。食方面，水上人蛋家菜表現一般，個人認為奇哥私房菜最有特色，唔係浪得虛名嘅廚王，每道菜都係巧手功夫菜，尤其招牌拆魚羹同君安煎魚餅，完美展現咗順德風味。但大部分食材以鯪魚為主，如果唔中意食魚嘅朋友就要留意啦。而烏魯伯私房菜風格似香港廣東菜，重視擺盤同色香味，推介沉香燒雞同茶香豬頸肉。住宿方面，雖然唔係5星酒店，但乾淨企理，樓下有商場方便行街。景點有4個，主力買特產同了解順德歷史，但係一半都喺戶外，夏天未必適合。總括嚟講，呢個團主打係私房菜，喺香港食一餐每位起碼300蚊，呢度以400幾蚊已經包食包住，仲有2餐高質私房菜，性價比非常高，絕對值回票價。今集就介紹住咁多先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